今天我们要攻读的圣经节是记载在罗马书5章12至21节。罗马书5章12至21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恩赐，岂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罪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今天庄牧师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基督赦罪的恩典。基督赦罪的恩典，我们请庄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用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从你的话语当中更能够明白了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也透过你的话语更让我们清楚我们要如何为你而生，甚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更能看见神你为我们降生的意义。我们再次将我们本身完全的摆上，恳求你与我们同在。特别在今天，让我们用心里诚实来敬拜你，领受你的话语，成为福音的宣扬宣告，让更多人生命得着喜乐。我们将今天你所给我们的盼望赏赐，完全要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恳求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这样预备我们的心祷告，都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本周是待降节的第3个主日，所以我们点燃3根紫色的蜡烛，象征宣告和喜乐。我们要宣告什么呢？宣告上帝对人类的宝贵应许已经实现了，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将人从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拯救赎回。兄弟姐妹们，我们知道人被罪和死亡所捆绑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喜乐呢？有什么盼望呢？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新闻，一再的被人拿出来讨论，就是著名的作家琼瑶，84岁，他竟然烧炭自杀。相信很多人无法理解，无法明白，这位琼瑶女士已经拥有世间人所羡慕、所渴望、所追求的一切，名声、地位、金钱，甚至爱情，她样样都不缺。但为什么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失去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叫阿快姐啊，他今年已经99岁，
牧师去探望他的时候，因为他的脚不方便，所以没有办法爬楼梯哈。他常跟牧师讲：“牧师啊，你都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求上帝赶快怎样把我调回去啊！”牧师也真的很想为他祷告，但是神在他的心意当中怎样，要你更坚定啊！其实他虽然这样跟牧师讲，你知道他的媳妇跟牧师怎么说呢？牧师啊，他常常叫你说上帝要赶快调他回去，但他在家里做什么？拿经，吃得好，睡得好，然后怎样唱诗歌、读圣经、赞美神。有时候可能老人家年纪大了，都忘记白天或是晚上3更半夜还在唱诗歌，吵到那边都没办法睡觉。其实他在他的人生虽然他期待上帝选召他回去，但他怎样？他要把他的生命怎样活得更好，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琼瑶，因为琼瑶女士她本身是一个无神主义者，一个无神主义者，她即使拥有全世界最丰盛的一切，他的心灵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不满足的空虚和不安全感。一个没有耶稣基督赦罪恩典的人，生命就是这么的空虚缥缈，即使拥有全世界，仍然寻不着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兄弟姐妹们，我们要知道，罪是带来苦难和悲剧，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仍然无法遮盖罪所带来的肮脏污秽。就算我们真的很努力、很认真、很辛苦的活着，但是当你面对无情死亡的结局，这一生所感受的，只是一场的空的绝望。然而，在这待将节的第3个主日，我们可以大声的在这边宣告：不用悲伤，不用绝望。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临了，他要将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赎回来，拯救我们，让生命重新得到自由，让我们有突破死亡、迈向永生国度的信心和盼望。兄弟姐妹们，这个重要的宣告是要点燃世人心中火热的盼望，使因信称义的人借着主耶稣的降生，看见苦难的寒冬已经要过去了，盼望的春天必然怎样再临。相信救恩的来临，使我们能够含着泪，这个含泪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苦难，在这个生命最感觉到无奈的时候，我们能够更能高声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兄弟姐妹们，其被掳得释放的象征，在旧约当中，借着犹太人的经验，表达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犹太人因为拜偶像，大大的得罪上帝，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成为没有根的亡国奴。之后呢，他们又得到释放，重返他们的故土。在亡国的苦难当中，他们也含着眼泪，在上帝面前表达深深的忏悔，恳求赦免。在上帝的怜悯与看顾之下，整个民族经历了苦难后的喜乐。所以在这个待降节的季节，我们也要享受因上帝救恩与应许实现而有的喜乐。所以愿我们能够常常靠主，常常喜乐。这种喜乐并不是没有忧愁、没有忧愁、没有挂虑的，事事顺利的喜乐，而是我们能够在苦难的当中坚定不移，不能被抢夺的喜乐，更是超越苦难的喜乐。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打败罪和死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开出一条永生的活路，也将永远的平安要赏赐给我们。因此我们能够拥有超越生死和环境的喜乐，就是以基督为至宝的喜乐。我们从今天
刚才所读的圣经节当中，罗马书5章12到21节，我不知道你们刚才读了之后有什么感受没有？有没有了解没有？其实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难解释的，所以牧师希望用很浅显的方式，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什么是基督赦罪的恩典。愿圣灵这个时候在我们身上动工，让我们能够将这一段经节讲得清楚，兄弟姐妹也能够听得明白，好，让我们从基督赦罪的恩典当中脱去残累我们的羞愧失败，勇敢的向着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的荣耀与尊贵前进，得着真正的喜乐、满足与平安。我们从罗马书5章12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怎样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从12节的论述，人类的始祖第一个亚当，因为顺从自己的肉体的私意，以至于将罪带进这个世界，成为全人类的祸害。而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因顺从上帝的旨意，甚至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就在十字架上消灭罪和死亡的权势，为全人类带来新的生命。所以这边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人所指的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甚至把夏娃也加进来，两人成为一。因为贪婪和骄傲违背了上帝的禁令，所以罪的产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不信任上帝，不信任就不会敬畏，不信任就会有很多的心机跟算计，不信任就会生出贪婪与骄傲，让人心中的爱消失，只剩下什么利益的考量，从此罪就生出罪。最近有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告诉我们说，一个妇人和他的女儿因为误信什么网络去投资广告，结果亏了多少？1200万，哇，这很可怕的数字哦，很多钱。那替紧急报案，反而遭挖苦，这么笨，怎么不气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怎么不气死，有吗？我不知道哦，没有注意到。所以在身心崩溃之下，真的走上绝路。兄弟姐妹们，诈骗是罪，贪心而被骗也是罪。身为人民保姆的警察缺乏同理心，随口嘲讽也是罪。所以一连串的罪生出罪，以致导致悲剧而产生。所以在这边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台湾的俗语也告诉我们说，鼻孔压落那没好人啊，鼻孔往下没有好人。所以罪的死是毒钩，死又是罪的工价，所以罪和死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全人类都活在罪与死的权势之下。所以想要解决罪和死的问题，不是单从外面的行为去寻求解决的方法，我们必须从里面的生命来着手。我们也感谢上帝，因为他差派耶稣基督亲自成为血肉之躯，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借着主耶稣脱去罪的捆绑，不再受罪的控制，懂得敬畏上帝、尊重他人，而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在这边保罗继续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意象。罗马书5章13到14节。这边说有一个人走进超商，我们这边的超商叫什么？啊，全家。他一进去就拿起食物来吃哈。那店员主你要吃就必须要怎样？先结账。那人就说：你们电视广告不是说全家就是我家吗？那我家的东西吃东西还要付钱吗？兄弟姐妹们，当然我们知道，在凡物公用的社会当中，你可以怎样？不用告知就怎样，起来吃，拿来吃，就像在家里一样。不过现在家里还是有规定的哈，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是谁的？现在有些家庭是有这样规定的哈。不过如果没有规定，我们都可以随意拿来吃。这是家里的东西，或者是共用的时代。你的东西我也可以想吃就吃，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当有立法明确的规定，不经主人同意你就拿来，就拿别人的物品或拿来吃，你就这样犯了什么偷窃，就窃盗罪。这样随便拿走别人物品就是犯罪了，是要受惩罚的。我们都知道，在台湾，你骑机车一定要怎样戴安全帽，对不对？这是我们有强制规定的戴安全帽的立法。因为没有戴安全帽，你就要被抓到，就要被罚款。我们这次泰国奇怪，他们都没有戴安全帽，但那有些人也有戴啦，但大部分都没有戴。比如他们可能没有这个强制规定，所以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制定法律的地方，当然就没有这个处罚的问题。问题是为什么要戴安全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什么？生命安全。所以有时候立法的定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生命的安全，减少车祸的发生。所以上帝制定法律让人遵守也是一样，是要帮助我们走在蒙恩得福的道路上。就像交通规则，你遵守，你就能够平安到家。酒驾或是横冲直撞，只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灾难。然而即使有立法，我说人还是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被抓到。我不知道没有这种想法，有时候人常有这种想法。这叫什么？犯罪和被诈骗心理学。因为大家都认为怎样？大家认为自己很聪明，别人都是什么傻瓜。所以求上帝要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甚至让我们能够知足常乐的灵，就不易陷入罪的网络当中，成为被宰杀的对象。在罗马书5章15节到16节又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以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其这两节圣经的重要意思，就是说明上帝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过犯。兄弟姐妹们，撒旦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他狡猾的地方就是引诱我们犯罪，然后呢，让冲突发生更大的冲突。所以上个礼拜有一则新闻也告诉我们说，搭高铁抢什么自由座的泼水之乱，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一个母亲和丈夫，他带了2个孩子北上要参加一个演唱会，那是音乐会还是演唱会好，那在高铁上，因为想要跟孩子做同排，所以他就跟另外
跟同排这个女乘客调好位置要更换结果在调好位置要更换的时候，站起来要换，一个女孩子马上看到就怎样坐下去，她可能是以为她要下车，所以她抢那个位置她经过双方的沟通之后，那个女孩子很不高兴的就怎样，就只能离开那个座位。但是过不久，那女孩子忽然间走到一个那个坐在位置的男孩子的头上，是不是？浇水在那个男童的身上把他倒水，男童吓得情绪失控，而怎样？而乱骂。他的妈妈就打开自己的矿泉水，也将水浇在对方那个女孩子的头上。所以一个失控的场面就产生，互相的责怪。当然后来双方都彼此道歉，但是我们知道原本是要去快快乐去干什么？听演唱会这一家人碰到这种事情，你的美好心情，你想想看会怎么样呢？怎么会有美好的心情呢？所以牧师在看这种新闻的感受，这几个当事人都很任性的将自己的什么愤怒的情绪给宣泄出来。所以感觉今天的社会是不是这样？当你看到一件事情或一个不满意就发泄所以才会很多压抑跟问题的产生，所以结果就冲突爆发更大的冲突。其实如果能够换个角度去想，多一点点的同理心，也许就不用花时间再去这样处理后面冲突所引发出来的争议。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弱点，最让人只站在自己的立场。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结果，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彼此都受到伤害。所以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人的本性就是不够善良，但是上帝却对我们有充分的怜悯与慈爱。若有人不是故意犯错或是犯罪，或知道自己错误，愿意真心的悔改的时候，这种知错能改的心态，其实是上帝所喜悦的。他必定包容赦免，因为他是有丰盛怜悯慈悲的上帝。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人既然因着亚当一人的过犯，叫众人多受祸害，走向灭亡，所以上帝要拯回人，要挽回人走向灭亡的唯一方法，就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让恩典重新临到什么众人的身上。原本上帝可以不这样做啊，谁做错谁就要怎样，谁就该受应有的审判和严厉的惩罚。但是上帝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知道我们承受不起这样的严厉刑罚，也知道我们根本就无能为力的来解决罪的问题。于是他特别为我们开出一条脱罪的活路，让人认识到罪的可怕结局。所以当人想要脱离罪的辖制，当人想要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就可以来到十字架来求恩典，来求怜悯。当人谦卑悔改，上帝就愿意因着耶稣基督，让人得着这丰盛的白白恩典。这本不应该是我们应得的，乃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很清楚，做一个基督很清楚，我们说因信怎样称义，相信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什么恩典。我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就只有这样相信而已。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不足，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得这份赦罪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脱去罪所带来的辖制与捆绑，活出真正有盼望、有喜乐的新的生命。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怎样？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一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罗马书5章17节。所以兄弟姐妹们，在这边死亡是辖制人最大的权柄，没有一个人能胜过死亡或逃脱死亡。但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生命已经胜过了死亡。我们只要活在这新的生命当中，就能拥有吞灭死亡的经历。所以我们要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颗被罪麻痹的心再度的怎样跳动起来。正如以赛亚书55章6到7节所告诉我们的：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所以今天上帝的恩典之门仍然大大的敞开着，耶稣慈爱的声音也不断的呼喊着：来亲近我，来领受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还要继续在罪的当中享乐吗？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使命，将我们从罪的当中拯救出来。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君王，管理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凡人被他拯救的，都应该尊他为王。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愿意让圣灵来更新我们里面的生命，走在他所要的祝福的道路之上。感谢上帝，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此说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罗马书5章18到19节。确实，身为亚当的后裔，我们在亚当里接受一切属于亚当的堕落、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们常有说原罪，原罪论就从这边开始。照样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接受一切属于基督的新生命。所以这两条路，我们要选择哪一条呢？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要选择顺服上帝，活出义的生命和性情。最后，保罗他的结论是：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什么永生。罗马书5章20到21节。在这边说，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这是说明律法与罪的关系。因为办事律法并非上帝的原意，并非上帝的原意，只是因为人有罪，却不知什么，不知已经犯罪了，所以上帝就引进了律法。所以这律法的功用是将罪怎样显明出来，使人认识自己的败坏无能，因此转向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救恩。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开车，我们到底要南下还是北上？
那个标志要显明。若是你开错了，你要南下，结果一直往北一直开，你就要赶紧要怎样？要回头我记得我刚开车去高速公路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走错路，哇，那一走错路就好几公里了我们常会有这种经验，所以你一定要这样，赶快回头，免得一直这样错下去。所以上帝的律法也是这样，要引导人走向正确的道路，要使人知道错误，就要赶快怎样回转归回。如果我们越看见罪的可怕，就意知道要依靠恩典。兄弟姐妹们，我们知道罪的权势虽然厉害，但他在恩典的面前，只是衬托出上帝的恩典奇妙、丰盛和伟大。罪只能在死亡的范畴当中来掌权，罪没有办法在恩典的范畴中掌权。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若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爱我们的主，也是为爱而降生，甚至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上帝白白赏赐的丰盛恩典。不但罪得完全赦免，上帝还称我们为义，成为一个义人。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待降节的季节中，我们要向世人宣告这喜乐的大好消息、大好信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赦罪的恩典，要使惧怕死亡的人有安全感，使饥饿的得饱足，邻里贫穷的成为富裕，被羞愧、失败、折磨的重新得着荣耀与尊贵。愿上帝的平安与喜乐充充满满的临到我们每一位等候救主耶稣诞生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上帝祝我们，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再一次从你的话语我们来学习。当我们确切的认识、了解，甚至相信，谦卑顺服，我们就能够领受上基督赦罪的恩典。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美好！我们有盼望，我们甚至充满了喜乐。我们在这边更可以宣告，这是上帝对人宝贵的应许已经成就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人在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被得救、被赎回，再一次领受你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只要相信，就能够白白得着。天父上帝，恳求你让我们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心跟信仰，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一起行走，互相鼓励、劝勉，让上帝你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美好计划而得成就一切。我们在此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